一律，借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挽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立世界为大同。罗坛主麦克风。好的，感恩。好的，可以继续。我们现在是继续念道之宗旨吗？还是礼运大同篇？礼运大同篇啊。好，礼运大同篇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或误其气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必误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弊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山胜。落在中原山清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心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浑圆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儿童。
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满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审。大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精进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头发显神通。扯起罩旗歌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请诸恶挂甲兵。大救元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将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中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10叩。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山胜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浦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
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满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下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好山胜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疾伏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心在人间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浦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点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
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益母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五板灵官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请诸恶挂甲兵，大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聚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爱想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照姓常女回名，向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，功公转成，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回向于天地，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回向父于父母，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回于子向于子女，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回向新于冠肺新冠肺炎疫炎疫情，情，恳叩请辞，恳叩恳请叩辞，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弥勒祖师，师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悲做做主，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将此此疫疫情情降降到到最最低，低，不再不再扩散。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所致导，世所致导，
圣慈昭格采纳。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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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大家，祝大家有个美好夜晚，谢谢，晚安。哦，美香领任读的好棒哦。哦，可能。谢谢美香领任导读，谢谢各位前贤们一起诵经啊。哎呦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团师慈悲，感恩啊，各位点团师，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晚安，再见，拜拜。那个弟弟啊，赵天顺病苦折磨中，愿将功德回向弟弟赵天顺，减轻病苦折磨。早日康复了，解除了肝的病苦，解除新冠肺炎的病苦，还有第3种病毒的折磨之苦。感谢上天慈悲。